一般人嚟講咧，糖化溶素喺佢身體嚟講就大概係5至6% 嘅啫。而糖尿病嘅病人咧，如果喺適宜嘅控制之下咧，最希望係7% 以下嘅。咁有啲人咧可能會話：我篤手指就得㗎啦，唔使 check 呢個糖化溶素㗎。其實佢咁講咧，即係證明佢哋真係唔係好明白個中嘅真理嘅。因為咁樣嘅糖化溶素咧，正係反映咗過去3個月嘅平均血糖嘅數值，而佢呢個咧亦都係反映緊個血糖嘅控制，咁亦都係反映緊嗰個病人患併發症嘅機會率。而單單係篤手指咧，就唔能夠完全反映到嘅。所以話咧，糖化溶素咧係十分之重要嘅糖尿調控工具嚟㗎。我講多一個例子啦，譬如話一個人咧，佢平時係唔戒口嘅，或者咧佢唔食藥嘅，咁點知咧就嚟覆診啦，佢而家臨急抱佛腳，咁嗰2-3日咧佢開始戒翻好嘅口啦，食翻藥啦咁樣，咁過2-3日之後咧，血糖果然達標咯喎，可以呃到醫生嘅。咁只要醫生同佢抽血驗一驗呢個糖化溶素，咁就露出晒破綻啦。咁呢就證明咧，糖化溶素咧其實咧就可以證明到個病人咧3個月嘅控制，同埋亦都講到俾你聽，個病人咧佢如果繼續咁落去咧，佢會患有呢個糖尿併發症嘅機會喎。咁所以咧，醫生就將會咧喺3至4個月為你抽血一次，驗一個叫做咩話糖化血紅素啦。哇，糖化血紅素呢個字咧講得多都會甩嘴